许薇老师，欢迎来到微笑生活课语的时间喽。今天许薇老师要教大家批评一个人他不好的个性的客家话怎么说。首先第一句话呢，我们说那个人很懒惰。客家话呢，我们先来学那个人给啥印，给就是那，给跟着来念哦，给啥印，啥其实就是那位，给啥那位，印就是仁兄这位人士，给啥印，董懒时。董应该很熟吧？董就是很 very 很怎么样的意思？董懒时其实就是懒惰的意思。哇，看起来好像懒惰的尸体躺着不动，好可怕哦！董懒时，嘴巴要张开来念哦。再来，我们说懒惰的男人呢，客家话指男人，通常用“孤”这个字。孤，所以就叫做懒时孤。如果你旁边有个男的很懒惰，现在就瞪他一眼，哼，懒时孤。嘿，如果女的很懒惰的话呢，就被人家说懒时马。马就是母的、女的的意思。你是懒时马，你是懒时孤，不会，都很勤劳。现在一起来学客家话。我们说，那个人的脾气很暴躁，怎么说呢？给啥印，懂抢面条，懂就是狠的意思。抢面条，抢面意思就是指青色的脸，就是脸都青了。抢面条，青面鸟，倒不是大家以为说青鸟是指幸福的意思，不是那个哦。抢面条，脸都青了，是指脾气暴躁，很容易翻脸，很容易发脾气咯。又到了迎客喜相逢的时间啦。学妹老师要教大家吵架的时候，吵到脸红脖子粗。客家话呢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，叫做吵到头都变形了，脸扭曲也都变形了，好丑哦！我是不愿意表演的，来跟我念就好了。边头边面。边头边面，那个边就是变的意思，头就是头，面就是脸，边头边面，好，整个脸型都变了。然后呢，英文的说法呢叫做一个人忽然间勃然大怒 ，fly into a fury， 或者是 fly into a rage 都可以咯，千万不要随便边头边面哦。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喽。接下来呢，要跟着许薇老师复习一下咯，拜托，嘴巴张开来，嘴巴接我咯，预备起来。给啥你懂懒时，懒时故，懒时马。给啥你懂抢面条，给啥你懂抢面条。再来哦，吵到脸红脖子粗哦，边头边面。边头边面，还记得英文吗？ Fly into a fury， 或者是 Fly into a rage， 记得咯 OK， 我是许薇老师，别忘了每天跟着我学有用的生活课语咯。西莫尼安子 say 拜拜。